BB 係上天賜俾父母最好嘅禮物，佢哋充滿希望同活力。世界上有好多事物等待住佢哋去探索，每一個人都會珍惜呢一個生命嘅誕生。BB 帶俾我哋嘅歡欣，佢哋嘅笑聲更加係充滿喜悅。但係並唔係每一個 BB 都係經常笑住嘅，佢哋亦都會喊，會將佢哋嘅感受話俾大人知。嗱，BB 同埋大人都係一樣，佢哋咧會用各種嘅方法去表達佢哋嘅情緒。BB 就算係幾個月大咧，佢哋都會用佢哋嘅表情、動作同埋聲音去表達佢自己。例如有時你會睇到 BB 咧會定神咁望住你，好似認得出咧你係佢相熟嘅人一樣。有時佢哋會用一啲聲音，譬如講叭叭叭叭、嗒嗒嗒嗒咁樣樣。有時佢哋亦都會笑，甚至笑到哈哈聲添。有時佢哋會用一啲嘅表情同埋動作去表達佢哋嘅情緒。當然啦 ，BB 亦都會喊㗎，用呢啲嘅方法去表達佢自己嘅需要同埋佢哋嘅情緒。佢哋喊可能係因為佢哋覺得肚仔餓啦、尿片濕、凍或者熱，覺得唔舒服，甚至孤單，肚裏邊有風或者係絞肚痛等等。只要明白以上幾點，就知道 BB 喊係有原因。不過有時就算有更好嘅耐性都好，假如 BB 仍然唔停咁樣喺度喊，往往就會使到照顧者會覺得好煩、好敏陣。好多時候照顧 BB 個人啦，譬如佢屋企嘅爸爸媽媽啦，佢啲親戚朋友啦，同埋佢屋企個工人啦。當 BB 喊得好犀利嘅時候咧，佢哋會變得好煩啦、好敏陣啦，都唔知點算好。佢為咗咧要 BB 咧即刻收聲，佢甚至好大力咁去戳 BB， 其實咁樣冇用嘅。而以上所講嘅咁激烈嘅做法咧，就好容易對嬰兒嘅腦部構成無可挽救嘅傷害嘅。咁呢個咧，我哋就叫做搖盪嬰兒綜合症。咁英文咧，我哋就叫做 Shaken Baby Syndrome。點解呢個綜合症喺近年好似有上升嘅趨勢呢？咁其實咧，呢個綜合症不嬲都有發生緊嘅。咁只不過呢幾年嘅醫學上嘅進步咧，令到醫護人員對呢個綜合症有更加深入嘅了解。咁喺醫學文獻上面呢，又有好多嘅記載喎。咁所以咧，就令到香港嘅醫護人員更加關注呢個綜合症啦。搖盪嬰兒綜合症係指 BB 嘅頭部受到激烈嘅搖盪，或者喺搖盪過程之中個頭部受到碰撞而所造成嘅傷害。呢一個綜合症喺唔同嘅國家同埋種族都有發生緊嘅，咁而喺海外咧都有不少被證實嘅個案，咁而係喺香港咧，每一年大概都有10至20宗呢一類嘅綜合症發生嘅。咁點解 BB 嘅頭部特別容易受傷呢？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咧就係佢哋個頸部嘅肌肉咧就係好軟弱嘅。咁啊，第二就係佢哋嘅頭部按身體嘅比例咧係比其他嘅兒童或者成人咧為高嘅。咁所以咧佢哋嘅頭部咧就比較容易啲受傷啦。如果 BB 嘅頭部受到好嚴重嘅搖盪，腦入邊脆弱嘅組織咧就會啷嚟啷去。咁腦或者眼底嘅微絲血管呢，亦都會破裂，進而導致到腦細胞受到損毀嘅。喺呢個情況之下，就會造成好多嘅後遺症啦，包括眼睛受傷啦、失明啦、弱聽啦、抽筋啦、生長發育遲緩啦、脊髓受傷，以致癱瘓、弱智，嚴重啲嘅甚至到死亡。兒童腦部受損會容易令到佢哋喺學習上面出現問題，例如專注力弱啦，容易分心，經常東張西望，非常之活躍，坐唔定，喐身喐勢，個性好衝動，等唔切，經常衝口而出。呢啲嘅問題不但會影響到佢哋嘅學習進度，喺同人相處方面，亦都唔容易俾人去接納，引致社交上面嘅困難。有時呢啲衝動嘅行為，甚至會容易引起一啲不必要嘅意外發生。呢個搖盪嬰兒綜合症係嚴重虐兒行為之一，但係好多父母或者照顧者都唔明白呢個做法會帶嚟一個好嚴重嘅傷害。
而另一方面，大家可以放心，喺一般正常照顧 BB 或者氹佢哋開心嘅情況之下，呢個綜合症係唔會發生嘅。針對 BB 喊嘅原因，我哋可以考慮一下以下幾點：餵完 BB 之後，好好同佢哋掃風，咁樣可以幫助佢哋消化，減少腸嘅蠕動所帶嚟唔舒服嘅感覺。睇下係咪尿片已經濕咗，係就要盡快更換。留意下 BB 有冇出尿疹，睇下 BB 係咪太凍或者太熱，有冇發燒，可以量度一下佢嘅體溫。着唔夠衫或者太多衫都可能令 BB 覺得唔舒服。幾個月大嘅 BB 會開始出牙仔，你可以買一啲專係俾 BB 出牙仔時咬嘅玩具俾佢玩。BB 有自己固定嘅餵哺同睡眠時間，佢喺肚餓、好攰嗰時會較為敏感而喊，更加需要有人去呵護佢。餵哺母乳時，留意 BB 有冇對媽咪所食嘅食物有敏感反應，盡量減少食有防腐劑同強烈氣味嘅食物，好似罐頭同洋葱咁，對你自己嘅身體亦有好處。好好照顧你自己嘅情緒， BB 至會得益。如果你太攰嘅時候，揾另一個人替你暫時湊住 BB， 等自己可以休息一下。BB 需要你嘅注意，假如佢覺得好悶，試下播啲音樂，同佢傾下偈，或者講下故仔俾佢聽都可以。又或者可以帶 BB 出街，放佢喺手推車度，推佢去公園行下 ，BB 會好中意㗎。同其他嘅親戚朋友傾下點樣湊 BB， 你會學到好多嘅心得。最後可以去見下醫生，睇下 BB 係咪有病，同醫生傾下你所遇到嘅問題。保持一個正面同埋積極嘅態度。BB 喊係有佢嘅原因嘅，喺佢哋成長過程之中會經過唔同嘅階段，我哋要用一個正面嘅態度去處理問題，咁先可以幫 BB 好快咁樣成長。如果以上幾點冇幫助，可能 BB 淨係想你注意佢，咁你嘗試下將 BB 放喺一個有溫暖又安全嘅地方，然後離開幾分鐘，睇下可唔可以令 BB 安靜落嚟。有一點大家需要留意嘅，喺現今香港社會，唔少父母都係全職工作嘅，好多時候照顧 BB 嘅責任就大部分都落喺屋企嘅工人度。其實如果想 BB 咧開心咁成長，做爸爸媽媽嘅最重要要留意咧，照顧 BB 嗰人嘅情緒。因為如果呢個人嘅情緒唔好咧，佢對 BB 咧都係唔會好嘅。假如佢湊得好敏陣嘅時候咧，父母咧要多啲去同呢個照顧者咧去溝通啦，多啲了解佢啦，俾啲支持佢啦，或者咧你從旁咧指導佢。如果可以嘅話咧，可以咧請屋企嘅其他嘅長輩或者親人咧，暫時咧幫呢個照顧者咧可以去湊 BB， 咁等佢可以唞下氣，休息下，即係舒緩佢壓力啦。咁變咗咧，佢對 BB 咧都會好嘅。其實如果我哋平時多啲留意呢一點咧，不單止可以咧大大咁減少呢類虐兒事件嘅發生，仲可以咧令到 BB 好開心同埋健康咁成長。BB 需要父母細心呵護，睇住佢哋一日一日咁健康快樂成長，就係父母最好嘅回報。假如你喺照顧 BB 方面有任何問題，可以先向朋友、親人或者鄰居尋求協助，或者可以聯絡以下機構：母嬰健康院、醫護人員、社會福利處、家庭服務中心，或者致電社會福利處熱線電話23432255，防止虐待兒童會熱線電話27551122。